台南市政府虽然将281公顷的两家牛埔泥岩二地形划设为自然保留区甲地质公园，不过其中的核心地带却存在争议多时的恶性全国有害废弃物的掩埋场。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甲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教授黄焕章共同召开记者会，质疑市府这几党到底是咧做啥？为何恶性的51公顷的用地，也阁是工业的用地？建议市府应该将工业区变为国宝的用地，打造世界级地质国家保育公园，莫沦为粪扫掩埋场。民进党特别是黄伟哲市长，伫101年讲要做世界遗产的呢，伊家己我伫连署呢，我感觉黄伟哲市长可能爱切心嘛，不然你前后不一致，会损你的形象，对台南市政府也好，对赖清德要选市长也嘛好，一个赖清德选总统嘛好啦我感觉杀伤力真大，这唔是只会我看过来10只走出来。会红大时哥出了第大事，这个世界遗产变垃圾掩埋场，80%是有毒废弃物的。我想民进党不一定会得这落台哦。我们看到泥岩二地形这么的漂亮，跟意大利是一样的，他们可以作为世界遗产。可是我们台南变成了是垃圾掩埋场，我想台南市民不会接受。4年过了，所谓的暂定自然地景，就这样子暂定自然地景这几个字匡列了51公顷的欧兴所有权，所以让欧兴有机可乘，在法院的诉讼上能够胜算。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南市说一套做一套，如果这4年来你们继续努力，甚至在4年来把它变更为所谓的国家公园保护区或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不会今天面临到我们台南市政府是败诉的。欧兴掩埋场没有划在地质公园里面跟自然保留区里面，所以这个掩埋场又在台南市政府诉讼失败以后，其实它是护我了。那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旁边有垃圾掩埋场的。我想，如果中央政府不信守承诺，解决问题，这个将是贻笑国际。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教授黄焕章带着研究生长期亲历该区来调查，唔但发现内面有未少的保育动物，而且根据地质调查研究，该地区每年还阁抬升2公分，根本就无适合粪扫掩埋场，因此建议应该废止欧兴的历届环评。对此，环保局嘛回应，已经询问环保署，希望欧兴会用主动来废掉。严议废止这个龙崎掩埋场的审查结论，所以我们有正式询问给那个环保署。那环保署针对这个部分，它也有正式函知开发单位，就是欧兴公司。按照环保署他们的104年的函释，就是说，如果因故不能继续实施开发行为的话，请他们主动申请废止审查结论。那针对有关于那个我们市政府公告指定为那个自然保护区的部分，那环保署也要求他们提出所谓的因应对策，送环保署来审核。议会国民党团表示，因为去年退辅会已经将地质公园甲自然保留区280公顷的土地归还予国有财产局，但因为市府一直无来领用，造成地质公园也是由退辅会请守卫来设门禁来代管，因此希望市府莫拍假球，赶紧开放地质公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